中國嘅女人究竟有幾攰？我睇完大數據之後，我都真係服咗啦。中國嘅女人勞動參與率係76%，超過70%嘅勞動參與率係厲害到咩程度啊？法國男性嘅勞動參與率係62%，新西蘭嘅女性係60%，法國嘅女性係50%。同全世界嘅女人相比，中國嘅女人就好比女人中嘅戰鬥機。中國女人就係咁強悍嘅存在，佢哋要承擔咗生兒育女、照顧老公、繁重嘅家務，同時仲要早出晚歸，做一個職業女性，而且仲要係好堅定喺職場上邊要殺出一條血路。公司要求女性要獨立、要勇敢、要自信、富有創作力，又要踏實能幹。老公要求妻子要體貼入微、賢良淑德、出得廳堂、入得廚房。小朋友要求媽媽有學識、有教養，要陪伴、情緒穩定。哇！一個中國女人，除咗需要做一個好員工、好妻子、好媽媽、好媳婦，更加可能要需要做一個好廚師、好嘅垃圾桶，恨不得一日有24小時不眠不休，周旋喺各國嘅戰場上邊。佢哋有冇抱怨過呢？冇。其實中國女人怕嘅唔係攰，怕嘅係唔被理解。唔被丈夫嘅理解，唔被家婆嘅理解，唔知你哋有冇同感？如果有嘅，留言話我知。